呢個就係人類嘅家譜，亞當喺呢度，第一個喺呢個星球上生活嘅人類。唔單止喺古蘭經中提到佢，福音書、陀拉，甚至喺印度教經文中，佢以馬努嘅身份出現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。如果亞當，願他平安，信奉一個信仰，點解今日有成千上萬個宗教？點解同一位先知嘅故事會出現喺多部聖經中？呢次分裂係邊度發生嘅？邊個行喺正確嘅道路上？你有冇問過自己，點解我嘅宗教係真嘅，而其他人就唔係？唔係只得你一個人咁諗，我亦有同樣嘅問題。我一直都想知道，如果我們都從一個宗教開始，我們怎樣才能達到今天擁有超過數千個宗教的地步？呢個問題促使我去研究唔同嘅宗教同佢哋嘅經文，而我發現嘅係，內容可以分為4個部分：一、原來的宗教。當亞當被叉到地上的時候，佢同佢太太一生都專心敬拜上帝，但係隨着幾代人嘅流逝，佢哋嘅後代慢慢地偏離咗純正嘅一神論，忘記咗佢哋嘅創造者賦予佢哋嘅目的。所以，由於神對人類的憐憫，開始派遣先知來引導亞當的子孫回到真理中。佢差遣先知貫穿人類歷史去引導人行正路。這些先知都是被神揀選的人類，他們經常透過天使得到啟示。雖然佢哋喺唔同嘅時間被派去唔同嘅國家，每一位先知被差遣到唔同嘅國家，都開始咗同一個核心信息，也就是說，神是獨一的。當然，你可以從經文中得到證實。在陀拉中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。申命記6.4。同樣的信息在福音中也重複出現。喺印度教，上帝只有一個，沒有第二個。印度教的歌者戶爾說，同樣嘅信息喺祆教同錫克教中都重複出現。錫克教的經典根本咒語也有，世間只有一位神，他的名字是真理，他是創造者。在祆教的經典亞斯納34章5節也這樣說，我們當以純潔的意念讚美敬拜他，而不是透過任何形象。當然，在古蘭經中亦有出現，在古蘭經中強調真主的獨一。你說他是真主，是獨一的主。古蘭經進一步強調，我們只可以敬拜獨一的主宰，不應拜偶像。在以賽亞書中說，因為我是神，並無別的，我是神，沒有能與我相比的。Swayswero Panisad 講咗同樣嘅嘢，沒有像他，沒有一個形象是真實的。再往前看，在理區吠陀，佢話印度教的經典離區吠陀8圈讚美詩裏也有，唯有他配得讚美，唯有他配得敬拜。集中喺一神論。在基督教的經文裏，佢話既然我們是神所生的，就不應該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像一般。使徒行傳17章29節。再者，祆教同錫克教，佢強調同一件事，佢無形體，沒有形狀，沒有顏色，它是無形的，無形，無窮無盡。古蘭經總結咗佢話，沒有任何物可以與它比擬的。古蘭經112章4節。呢種相似之處真係唔同尋常，係咪？因為佢將宗教嘅基本原理講得好清楚，而且其實好相似。真主是獨一的，他無形象，沒有和他相似的。繼續講，先知能夠傳達上帝嘅信息，因為佢哋直接從神那裏得到神聖嘅啟示。這些啟示經常證實了在他們之前的先知，令人們想起佢哋嘅故事，佢哋經歷嘅掙扎，同埋佢哋留低嘅教訓。睇下挪亞，佢關於方舟嘅故事，動物同大洪水唔單止喺陀拉，
福音書、古蘭經，甚至以某種形式喺印度教經文中。另外，陀拉之後所啟示嘅福音書仍然保留咗摩西嘅故事。在耶穌之後啟示的古蘭經紀念並保存了他的故事。所以你諗下，如果先知所宣揚唔同嘅宗教，點解佢哋嘅經文會咁正面咁評價彼此？呢個就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。如果所有先知都宣講同樣嘅信息，點解我哋今日有咁多宗教，而唔係一個呢？第二部分，大轉移。因為當新先知來的時候，唔係個個都接受佢，有些人堅持舊的已經改變的教義，有些人則跟隨新的先知。分裂就係咁發生嘅。以耶穌或以撒祝他平安為例，佢出生喺一個猶太家庭，教導妥拉正確嘅意思，但好多猶太領袖拒絕接受佢，因為佢哋唔想失去解釋聖經嘅權柄。佢哋希望佢哋一直喺適合佢哋嘅時候扭曲佢哋嘅意思。所以當耶穌帶着新經文和對舊約聖經的正確解釋來的時候，他創建了兩個小組。雖然耶穌嘅核心教導同猶太教嘅根基一模一樣，猶太人仍然拒絕佢。正如他大聲說：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主，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。同舊約聖經完全一樣。在申命記第6章第4節，同樣地，當穆罕默德接到啟示，開始宣揚伊斯蘭的時候，再一次在社區之間造成進一步的分裂。雖然古蘭經嘅中心信息同猶太人同基督徒嘅第一誡係一樣嘅，唔單止咁。事實上，古蘭經更進一步證實耶穌同摩西，願主福安之，佢哋係高貴嘅先知。天啊！正如古蘭經所講，他已為你們制定正教，就是他所命令挪亞的，他所啟示你的，他命令亞伯拉罕、摩西、耶穌的宗教。你們應當謹守正教，不要為正教而分門別戶。古蘭經42章13節。呢個就帶我睇到影片記第3部分，偽造經典。如果所有先知都宣揚同樣嘅信息，咁點解我哋而家唔單止喺唔同嘅宗教之間，甚至喺佢哋自己嘅經文之間都存在矛盾呢？呢度有啲好重要嘅嘢要明白。神是獨一的，他無形象，沒有和他相似的，只崇拜真主。即使所有先知都教導了同樣的核心信息，問題從來都唔係先知，佢哋喺佢哋之後，當先知過世嘅時候，佢哋嘅教義留喺不時更改經文嘅人手上。記住，在古代世界，無印刷機，冇大規模分發，大部分人連讀寫都唔識，所以經文是寫在像羊皮紙這樣易碎的材料上，紙張、樹葉，幾個世紀以來，人手抄寫，再抄寫，呢個就係錯誤嘅地方。我哋會加啲，甚至刻意改動。有時係一頭霧水，有時係將一種語言傳譯成另一種語言，有時係權力。而呢啲經文大部分都係咁。講到陀拉，猶太教同基督教學者都承認陀拉唔係完全由摩西寫成。文獻假說由殊利亞。阿爾胡桑指出，陀拉係幾個世紀後從唔同嘅來源編纂而成，即係話我哋今日所擁有嘅書，唔係摩西得到嘅直接啟示，逐字保存下來。基督教聖經也是如此，就連基督教學者都同意福音書係耶穌離開幾十年後寫成嘅。約翰福音其中最強烈地宣稱耶穌是神聖的，寫於耶穌離開後將近60至70年。像巴特、歐文這樣的學者公開承認，在錯誤地引用耶穌的話時，抄寫員加入了刪減和改動的經文。事實上，約翰一書5至7章支持三位一體嘅著名經文，基督教學者自己都承認，
係後來補充嘅，喺最早嘅手稿中冇見到。講到印度教嘅經文，吠陀經喺被寫下來之前，已經口頭流傳咗幾個世紀。咁漫長嘅口傳導致咗各種變異、插入，甚至隨着時間重新詮釋。呢個就係點解今日連同吠陀經中一神論嘅經文，我哋見到後來嘅補充，宣傳好多神同偶像。意思是說，雖然這些經文原本可能來自神，佢哋已經唔再以原來嘅形式保存完好。我哋根本冇辦法100%肯定咁講邊啲經文係神聖嘅，邊啲係後來由人類加入嘅。講到影片嘅最後一部分，神的最後啟示，在之前經文中，經過所有這些改變和改動之後，有沒有哪一本書是神所啟示的，沒有經過人手的觸摸，或者換句話說，沒有被改動過？全部？答案係肯定嘅。古蘭經係唯一一本從未被改過嘅神聖書籍。自從大約1400年前被啟示的那天開始，從未經過編輯或修改。真主自己在古蘭經中應許：我確已降示教誨，我確是教誨的保護者。古蘭經15章9節。如果你想驗證呢個說法，我哋甚至有7世紀嘅碳定年古蘭經手稿，例如著名嘅伯明翰古蘭經手稿，保存喺伯明翰大學。不可思議嘅係，佢嘅經文同我哋今日所擁有嘅古蘭經一模一樣。保存得咁完美嘅原因好簡單，古蘭經在啟示時立即被成千上萬的人背誦。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，願他平安，並在先知穆罕默德在生時用文字記錄下來，而且在他離世後2年內收集及抄寫成冊。除此之外，今日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將古蘭經從頭到尾背誦。也就是說，即使所有印刷版和電子版古蘭經丟失或毀壞，我們可以在1日內從通背古蘭經的人嘅記憶中逐字逐句的復原。但係我明白保存係一回事，證明古蘭經真係真主嘅話，完全係另一回事。古蘭經其中一節經文講：難道他們不認真地看待古蘭經嗎？如果不是真主以外的任何人，佢哋會發現其中有好多差異。所以為咗證明古蘭經確實係真主嘅說話，可以繼續睇以下呢段影片。大家可以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去睇無可比擬的古蘭經是奇蹟的啟示。所以總結一下，縱觀人類歷史，每個先知都傳達咗同樣嘅信息，那就是敬拜一位神，過公義的生活。但係我唔單止團結一齊喺呢個共同嘅真理之下，每當有新嘅信使到嚟嘅時候，人哋就會分裂，墨守成規，篡改經文，甚至編造，最後掩蓋了上帝純正的指引。所以為了知道真相，第一個問題係邊個宗教仲保留住先知書嘅原始信息？第二，邊啲經文未被修改過？不變，符合理性同真理，因為揾到答案就等於揾到通往神嘅真正道路。如果你唔知從邊度開始，或者可以睇下以下一套片，大家可以掃一掃呢個 QR code 觀看伊斯蘭簡介，就會了解更多。